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泰神嘅敗家生活。今日星期五上嚟大陸做咩呢？梗係放鬆一下啦。咁上個月我已經拍過一間最近羅湖關口而又最新又大嘅傳統骨場，咁叫東港城啦。咁東港城係 very good 嘅，但係如果你禮拜五過去嘅話呢，基本上夜晚你要留喺間房度瞓呢，你就要加1個鐘啦。唔加嘅話，你就要瞓蟲洞。蟲洞唔係話咩問題，但係呢最大問題佢就係嗰張墊褥呢都幾硬下，所以咧你係瞓唔到覺啊！咁大堂又坐滿晒啦，點解呢？因為佢身又大啊嘛。咁有見及此呢，如果你真係禮拜五上嚟嘅話呢，你去嗰度呢，其實真係貴少少，仲要擔心冇位瞓。咁今日呢，我就同大家介紹另一間，都喺羅湖隔離嘅啫。咁就係我身後嘅惠康水會。咁惠康水會呢度呢，係有啲歷史㗎啦。咁但係呢，性價比高。咁聽講入面呢，仲要係24小時有嘢食，唔使錢啊！仲有煲仔飯添，200零300蚊包埋食包埋過夜，係好抵玩嘅。咁而家我就帶大家入去睇下，有冇環境點樣咯。惠康水會就喺華僑酒店嘅5樓。喺羅湖口岸過咗關之後，即刻向左行就會見到呢條扶手梯㗎啦。上咗扶手梯之後就會見到條天橋，正前方就係惠康水會嘅入口，右手邊就已經見到惠康水會嘅招牌㗎啦。唔需要落下面，入咗商場之後，望住天花板啲燈牌，跟翻指示就可以去到惠康水會嗰部 lift 噶啦。然後撳 lift 上5樓，呢度嘅玩法係只要惠顧滿238蚊就可以留宿，房間許可嘅話，仲可以喺房間過夜。怕冇房嘅可以提前預約。睇睇個價錢牌先，全新活力 SPA 268蚊相中，已經合乎晒過夜要求噶啦。講明先下，呢個場唔係好大，唔好對佢有過分期望。但係浴室嘅設施應該要有嘅都會有。開頭以為呢間骨場比較老派，設施都會比較舊，估唔到浴室裡面嘅臨時碌卡仔竟然係用人面識別。大廳差唔多有30張按摩椅，萬一冇房嘅話，可以瞓大廳。放心，唔會好嘈嘅啫，因為唔介意俾貴啲嘅人，有大去大，有新去新。過晒火車站嗰邊嗰間啦。用餐區得2張方台，2張圓台，細場就絕對冇大場咁多生果同埋飲品可以揀噶啦。不過生果唔夠嘅話，有職員即時幫你切，仲有手打檸檬茶。不過呢度勝在唔使錢有飯食。煲仔飯即叫即煲，有排骨、臘腸、臘肉可以揀，仲有燉湯飲，都係嗰句，唔可以對佢太高要求。煲仔飯晏晝12點鐘開始供應，其他時間冇煲仔飯嘅話，可以食簡餐，即係呢碗水餃。佢都幾足料啊，好多排骨同埋好多臘腸。呢啲臘腸咧就唔係齋肥嗰種啊，幾香口喎。因為我咧對臘腸咧就好有要求，我淨係食榮華嘅啫。咁我好怕見到啲臘腸咧，淨係得肥豬肉，又冇其他肉嗰啲，有最怕嘅。咁起碼而家見到咧，真係有瘦肉啊，唔係淨係得脂肪啊。不過不失啦，即係唔使錢，200零蚊入嚟，揼個骨瞓翻晚，仲有餐食，即係唔可以對佢要求咁高，即係算係咁我覺得。早餐可以叫職員煮水餃，又或者6個杯麵。等得嘅話，等到9點半啦。叉燒包、奶黃包，仲有糯米燒賣3種點心。繼續睇房，呢一層房間裏面啲床呢，就係傳統嗰啲單人床啦，有1人房、2人房同埋3人房。你話佢舊又舊唔晒，因為佢有影院觸導房，影院觸導都係新興嘅嘢嚟嘅啫。大家可以一邊按腳，一邊對住個100寸嘅大屏幕睇電影。點解頭先我講呢一層呢？因為佢有2層嘅，而家上埋樓上睇下，樓上啲房靚好多，連張床都大啲。咁我哋做嗰個全新活力 SPA 究竟係咩嚟嘅呢？即係推油，技師會先幫你放鬆背部肌肉，然後再用精油推背，推完背推肩頸、腿部，最後按埋頭。技師話我呢位朋友咧濕氣都比較重啊，一陣間就起晒沙啦。無意中俾我發現呢張價目表，原來只要消費項目嘅相中啊，只需要加70蚊服務費就可以送大堂項目。
講真，70蚊一啲都唔貴啊！頭先嘅全新活力 SPA 2個鐘都係268蚊，再加多70蚊要多個大堂項目，都係338蚊。記住喎，你唔係齋揼骨推油喎，你係食埋飯過埋嘢喎，所以呢70蚊真係值得俾嘅。最後同大家做個總結，比我想象中咧個環境係好嘅。咁除咗佢大堂容許人食煙之外咧，咁其他我都覺得不過不失啦。房間嘅乾淨衛生程度咧都 OK 嘅。咁如果大家係想用一個優惠啲嘅價錢去揾個地方揼骨瞓覺過夜咧，呢度 OK 嘅。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嚟到呢度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，follow 埋我 IG， 追蹤埋我粉絲專頁。嚟緊咧我會拍多啲關於大陸嘅水會嘅嘢嘅，記得留意啦。拜拜。